大家好，我係蔡師傅。之前就同大家分享過呢個電嘅 RWH 牌啦，咁就有講過咧，入邊咧係有工藝史啦，咁但係咧就成個工藝習作咧，好似係堂課咁嘅形式嘅啫，咁就真係個難度係唔困難嘅。咁啊，一半咧係個人習作，有一半咧係要 partner 形式咁樣去合作完成嘅。大概咧好似有4-5堂係做水，咁4-5堂係做電咁樣嘅。因為好似堂課咁樣啦，咁你做完之後咧，有時可能唔識咧，你可能問下隔離側邊左右其他有牌嘅行家咧，咁啊其實啲嘢都係搞得掂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諗緊咧，仲拍唔拍呢一個咁嘅習作？加上咧，我係用持牌水喉匠嘅資格去讀啦，咁啊變咗咧，同電牌嘅習作嘅內容咧係唔一樣嘅。咁所以你可能睇完我影片咧，咁只係可能啱到咧用持牌水喉匠讀嘅，咁就電牌去讀嘅咧，嗰啲習作書本嘅內容咧，其實都係唔相同嘅。咁就睇下大家嘅留言意向啦。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咧，咁我拍片咧，一係就執人哋啲舊嘅材料啦，一係就自費咧就買料嘅。如果成個 WH 牌嘅工藝史咁啊做翻出嚟咧，咁啊都要買唔少嘅材料啦。咁就想睇下大家嘅意向如何咧，先再決定嘅。咁今集咧就分享咁多啦，拜拜。